众朋友，欢迎收看《真相托马》嘅，我係劉飛珍。今日現場邀請到一位來自嘉義嘅來賓，蔡金秀小姐。蔡先生係咪先攞觀眾朋友們好？大家好，我係蔡金秀，我來自嘉義，唔單係嘉義哦，我是嘉義阿里山。講到阿里山，大家一聽第一講，係台灣最有名嘅一個所在。係。金秀今日我邀請你吼，頭下已經破題了，就講過去先嚟想講阿里山當個原來頭個有客家人帶出來嘅片哦。那就講你老爺去家鄉嘅故事吼，然後佢寫咗一篇文章。呢篇文章呢就得到了個2018年嘅台灣文學獎吼。我相信今日主要是想邀請你大家分享，大家先難得有機會啲嘅講阿里山當個嘅行業。所以講一下你嘅家族係哪時樣辦去使到阿里山嘅冇？其實講嘅在故事以前，用乜嘢要寫呢？我先講一下。哦好，順勢先介紹一下你自己。因為我出生我公佢哋攏我是蝦妹嘛，吼，妹蠻妹嘅吼。哦。所以我出生嘅時陣我公佢哋攏冇出來嘅，日本時代都冇得咧。所以我也唔識看過我公。我細漢時陣我經常講，我用乜帶你按山度。係哦。用講客話，我嘅同學嘅大人以為攏講河洛話。哦。也攏有客家人咯。我爸爸我媽媽唔是咁樣講。哦。但係唔講我爸爸就我招嘅時陣，要同我講，佢講金秀，我公都台南部來。台南部。係。你要做啲錢喎，前面一家公堂。我要做伊請200-300，唔過無嘛個攏請無到，請無到，我就不用咧。我爸爸係99年過身，我無請到，後尾我就不用咧。經常講等我寒將來去請哦。係，今年去年7月時陣，我泰國嘅2018年嘅時陣，2018年係6月底，我泰國嘅外孫，佢都台南。佢爸爸是好老嘅，唔過佢講咯，佢攏講家己嘅行業。佢攏講，佢講姑婆，我好好記，我先咧考試先鄉土語言是上先合法嘛。按有時嘛。佢講如果講我咧冇咁曉講咧，嗬。我講冇問題，講你可以保存你客家嘅文化哦。我講。我問我講，姑婆你到位行業？哇，幾年我就想講，我爸爸佢一家人喎，我爸爸都嘉義出生嘅，佢太正11年。哦，佢出1922年，1922。係，所以佢也冇做呢，佢都對阿太佢冇送配嘅任何記得嘅事情。佢請冇到，佢嫌我也請冇到，我就想講，做唔得，我做唔得講。唔啲嘢冇法度，我啲嘢我都覺得嘛太該事情一定要寫出來，所以我就一陣嘅時間我就想講，第一個我對呢個生意，對我下輩人，你啊變咗是上輩人咯，我爸爸上輩人攏冇咧嘛，我都變咗係對老輩咧，所以我想講寫出來，本來就因為對嘉義。土嘅深丘，攏好容易，佢哋也冇客家嘅想法，也冇客家經驗，攏冇，所以我想我能用文字寫起來就唔會唔記得，也唔會本佢哋木鐵，因為佢冇安尼經驗，我就寫咧，寫到嘅截稿日是8月1號，我寄出去，我心肝想講有抽獎冇抽獎唔怕，最重要是我。用我自己客家話，然後我自己先從嘅素材，又做一個用安尼來寫出來的哈。我想講對生意嚟嘛嘅交代講，你們姑婆寫俾佢看咧。金秀儀講到呢邊嗬，我想我老觀眾朋友補充一下，頭下講嘅背景嗬。第一個就講金秀儀啊，佢帶個阿里山當個咧個莊頭做口擔嘛，底下一個莊頭用把按一個名，金秀我老太太介紹。那就講頭下金秀講到咧個獎嗬，就我頭下講嘅一個台灣文學獎，佢喺當年有100
我有一個有關母語嘅文學作品嘅一個比賽啦，吼金秀在參加2018年嘅，然後得到了客家話題嘅提名，吼。那個部分就先讓觀眾朋友了解介紹一下，講佢的無了解。金秀對你頭講嘅家族嘅歷史，按樣談起來吼，我剛剛雖然呢一篇文章唔係清楚，不過事實上佢講嘅歷史清楚。係，你看聽下講到伢阿公、伢爸爸。等於講到阿里山當個細過去已經有幾下台年咧嘛。阿里山我想對台灣歷史來講，就係過去具有一個林業，你的我細年其實上也老一個有關聯，錯冇？我想人先對較細個部分慢慢來講起啦，哈。先講兩個題名，兩個總頭，用幫人都口答嘛。好。你們嗰時日本時代阿里山嘅林業將開始讀書嘅哈，讀書嘅歷史都日本政府嘅時間因為你土著苗嘅人，你嘅田一少，你冇田你也冇買，就想講愛去出海生存嘅人愛想辦法填地方去啦，愛出外去打拼嘛，所以佢調出來，嗰時嘅台灣阿里山開發嘅時節，佢工資較高。就講做得較賺嘅錢會較多。日本人有嘢制度以後，其實講你嘅家屬做得來。所以就安尼，佢哋都千多年，就朋友親戚，近超佢那帶都親安天，佢就會馬上以後來哈。嗰時節當然啦，阿里山開發嘅時節，日本嘅總督因為台灣有個山，你也講是玉山啦玉山以前講新高山咩？日本時代嘅名係新高山，意思就講佢比日本嘅富士山更加高。嗰時天鳳真有自己來講命名講兩買兩買命，係錯。你總督你用錢唔敢比天王嗰下咁，所以佢都先下帶意思嘅山，都玉山下落意思咧，下帶意思咧。當然啦，嘅台灣嘅當時嘅總督啦，馬薩佢都用一個名，就名，你係個總頭。就安尼口答嘛，就係提醒你嘅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結鄉，或者兒玉，日本話就口答嘛。不過一個總頭在日本時代就幫伊按一個台灣總督嘅名兒玉，然後口答嘛。佢兩個總頭演變到呢下嗬，我就講之後來改個名，按到乜嘅名。用本體個有一個空間嘅感覺，佢係算阿里山鄉嗎？係乜嘅村？佢兩隻總條哈，因為我哋細漢時，佢開播是2400，所以嗰時隻數位冇稻田哈，其實清冷，非常冷嘅所在啊。啲旱田哦，大松綠色，嗰時松條魚嘅，所以兩隻總條係做。雪峰村從頭至尾有結霜啦，有雪啦，還有天冷嘅所在有高山啊，雪峰村。你講到你嘅家族歷史台灣人講到你阿公嘛，你對你阿公了台曬上去嘅嘛？我用板琴，我講佢就講兩種事情，我爸都唔知。係我見用板琴，我用板琴，因為我愛尋根嘅時間，我就去日本時代嘅查複習，查出來檢查。最早嘅醫生師都用梅曬太南埔。所以我係阿太嘛，阿太南埔嘛。係曾祖父嘅時候，對用梅。曬到苗栗嘅太南埔，係你新竹嘅太南埔。苗栗太南埔，所以日本時代嘅複習是1997
05年这样正式建立嘛，所以做得全部改在1905年，嘿，搁前的就唔对了嘛吼，我全都最早的户籍是都都南庄晒来阿里山，佮迄阿公的时代呢，阿太的时代，阿公的时是对南庄晒到阿里山，一讲起来，哎用给把。填来填去，诶，没有这种长处，要做算穷乡人。我妈妈是阳门人，我妈妈是阳门人，哎呦，佮两时哎用讲起来就讲亚太，晒到亚公，做得看到呼吸有记录在亚阿公嗰批，对苗栗晒到阿里山，晒上去阿里山，看你讲到亚爸爸迄几片台嘅嘛，佢。讲阿里山的历史啦，系啊，阿里山係1922年，佢開鐵路開到2萬平。等下我打岔一下，1912年就係民國1年，而家安陽大家都底下嘅事業有來自從100年前嘅歷史我希望一個有非常精彩嘅故事都下一團長將繼續來詳細老大家講，讓大家先歇過一下。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真相通马嘅节目，今天现场有请到来自港医嘅车建修老师老大家分享佢嘅家乡在阿里山當個嘅客家莊吼。咁講到呢個客家莊，因為讓日本時代連入嘅歷史連強下，最早嘅名就係日本時代嘅名口丹嘛吼。頭講到講嘢家莊係對羊毛又到苗栗，又當過曬到山東。我想你聽提到爸爸喺到阿里山當過出世嘅嘛。後面呢個部分就聽建修來講一下，你嘅家族到爸爸一台到山東過，你就開始用扮演去建立你哋嘅家庭。因為我爸爸佢有托日本時代托家義工學。講學校嘅土木科，所以佢都做營造，所以我冇係有營造牌，就會營造廠，所以佢都山東都係貓舍啊，橋快鐵啊，愛起步啊，愛坐橋起步，走路，已經有爸爸挺先進嘅，日本時代拿日本時嘅牌。係嘛？喺日本時代發嘅嘛？可能應該係，因為係看見咧。我爸爸佢係有做4家嘅村莊，3家嘅嗰時就叫做喊做五峰鄉嘅鄉民代表。哇！嘅人爸爸等於在地方上，算係某種程度上共同嘅人物咯。跟你學法係同人爸爸學嘅嗎？我爸爸唔是啷個講學法，唔過係行唔錯嘛，唔過。跟你學法係樣行，做嚟講係同媽媽講嘅。我媽媽我真堅持嘅。佢喺那邊嘅行業。我媽媽關係。佢也係結婚之後，當去阿里山，你佢嘅家族也曬到阿里山當結婚。佢嘅家族就係關係老家。雙南片，我求愛度腳，好度腳，好度嘅千好人嘅人嗬，度鐵咧，度鐵都冇錢咧，我求咩千艱苦，佢就講，我媽媽就講，佢來竹北，佢到火車站，佢就想，佢講我媽唔俾我現在，都全部數鐵咧嗬，佢講火車站。我下南，我就去下南。放下來，那我去松北，後差來嘅時就去下南，所以佢都嗰時嘅講義就千度做些機會，所以佢都講義。嘅人媽媽係天天去家上天嘅安樣來嗎？唔係，佢先去。我家婆老兩個來，老我媽媽都關係。我求嘅介寫
做啲问题吼，啊将办下去。哦，我妈妈14岁将去，本来佢都关系。古时候佢客家讲到以后，系佢带我家婆去，佢讲伊向思亲神奇，佢讲佢都因上班忙人去槟榔嘛吼。錯下食佢下去嘅時節都講伊茶條吼，我轉茶都轉去阿里山嘛吼，都講伊要下佢家，我盤茶，佢下茶佢講。哎呦，咁樣按到人喎，見又係佢唔可以試咩？要服務。唔啲講幾起食邊咯？佢唔啲，佢講哎呦，樣安尼，哎呦唔可以試嗬。我聽佢講下，聽到真好笑嗬。P 嘅文化衝擊。所以我媽媽就對我條聲音啊，真緊笑，對我輩。伊講對我輩，伊要講人朋友嘅話。都冇下。要講合法。經常人家講啊，想到一個重點嘅，就講楊媽媽係對關係客家莊曬到阿里山，要講我講老幫人談的設計法，表示講二度幾粒環境並唔係客家話為主，好幾粒莊頭係咪有非常多其他嘅族群在嘅片？唔係，我嘅莊頭應該是客人較多。楊媽媽帶嘅莊頭是我來，因為我讀書要行10公里啊，10公里我來阿里山，阿里山就行好多人較多，所以你老人講方言啦，講客方言談冇，所以我媽媽攏講，你出年要講人談要嘅話，做嚟做唔得。個講好老話，做唔得唔記得自家嘅本啊，嗬。我是幫佢打過，因為成年咧出去教講究都客家話慢唔記得啦。錯樣樣哦。佢講起嚟講，茶壺去哪來？糖磨。唔啲講媽媽係宜南嘛，愛南嘛嘅。佢講話係糖磨，唔講係講面蛋啊，講亂拿。天才拿嘅嘛。拿嘅貨鉗來，貨鉗拿嚟做乜嘅？讀到好本人打咯，打一天咯。拿唔錯嘅。咩？我咪講，我咪打一天打鐵將我講，拿唔錯，那要好馬好打。開煮去打，所以伊講以後做冇下攏哪講客話做唔得哪講好老話，做唔得唔曉講客家話。繼續按用你要感謝楊媽媽。楊媽媽按堅持，看你這樣要發出按多年之後，用客話來創造來下文後還得獎。真嘅，佢帶孫嚟嘛攏曉講啊。俺泰國介條冇嘢攏曉講。也神奇，好，轉到你嘅古代馬來就莊頭嘅歷史嗬，聽就講到人爸爸佢會做有一個洋蔥嘅節奏，古時候其他地方上要算共創人物嘛，跟住都要相當講人嘅莊頭，睇有嘅生活狀況，睇本係客人嘛，都對那邊來嘅，因為阿里山。鐵路愛開鐵站做得到嘅，因為阿里山最有名就係興隆起樹，快木，興隆起樹，而家愛運出去要鐵路交通啊，有交通，所以佢鐵路是一定愛開，過來讀書嘅，嚟個木馬，木馬，還有切菜，還有有下路冇平，要愛做飯好買都愛炸肉來炸，開山啊，係要開山，所以介條寫對佢哋來講就係講，因為天然阿里山讀書嘅路線，多人入去又多人出來，等於講工作做天然嘅鐵路，按樣去推展那樣，成大家在天然嘅鐵路有關聯那樣。一樣講起來，經常來知道一隻阿里山當個嘅客家莊嗬，然後一般認識嘅客家莊生活方式就偏無窮樣，偏用嘅係你講少林地嘅客家莊，可能做種菜啦，係你講耕田啊，係你種果子啊，你都係單純對老林業有關。講一下老一嘅林業。結合鄉下嘅客家莊哦，你都做條路都帶老其他客家莊有乜嘅無窮樣？頭先講讀書嘅嗬，讀書嘅嘛有千度分法，就是講你千度分工。係啊，你從書嘅讀下來，
上山咧，下来用木马，下山落去了用接菜，还有一cái用接菜係乜嘅？机器嘅，我用機器吊起來吊起來。嘿，還有一最難嘅，我感覺可能大家唔是聽過，嗰種用蘭馬嘅，一個細細個個嘅，地波用嘢圓圓嘅做啲線安尼纏鏈，六支棍嘅安尼，有六個差唔多6個婦人架，安尼。婦人架。嘿，安尼把cái薯條安尼挨上來。哦，就講有啲像一個捲一個軸，對，然後婦人家嘅角色就有啲像人嘅，冇啥個成牛嘅，用人力嘅方式剪嘅啦軸線。嗰個人做唔六殺。六個婦人家。嗰些清艱苦，還有就講你挨冇好佢打轉來嗬。冇平靜嘅時節，你冇拉嘅時節，打咗啦，每嘢都要倒體，要死體咯。係是真艱苦。記住啦，頭目嘛，就用手嚟下，頭目嘛咪係冇拄好嘅話，就人出上就可能就半條命去嚟啊樣。頭目嘛攏細拉嘅嗬，啊呀攏細毛嘅哦。唔講呢個按到乜嘅？cái con 就應該有隻術語講呢件事。媽嘅，媽嘅，媽嘅，係日本話，哦，係日本話，係。按樣正嘅客家那個阿里山當個客家莊嘅生活詞彙，然後佢記錄下來，就正嘅老人一般客話聽唔到，聽唔到。後跟人爸爸去做營造，人媽媽又去做呢個工作，係冇？我媽媽教曉多呢時就是安尼。以前我爸爸要去讀公園啊。係啊，公園嚇。佢要做本園師啦。哦，人媽媽去做些。係要做本公園師啦。所以原本嚟講，梗要買族群。聽到你就有哦。係啊，因頭先講日本時代是口擔嘛。口擔。佢們政府時代來攞一種。老蔣介石總統佢來，佢就老佢當嘛改替。哦，佢講你啊，親像張自忠犧牲的地方，所以就把佢當嘛改做自忠。哦，自忠村嗎？不是自忠，只是地名。村還是雪峰。哦，雪峰村地度嘅自忠，哎呀，一道 CP 房嗎？唔係，雪峰另外一個代稱就叫自忠。哦，按樣去哦，哇，佢按樣嘅說，按樣一隻地名就跳嚟記下全部去用石頭嘅痕跡在地方呢。係啊係啊。哇，你繼續寫呢篇文章，還有發覺呢個家族嘅歷史，好像在考古哦，呢個考古有乜嘅？好這個神奇的發現，係你講有遇到乜嘅困難，等下下一段節目當場繼續咯，大家詳細來講，讓大家先歇過一下。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兔媽嘅節目，今日有請到來自嘉義嘅謝錦繡老師同大家分享非常特別咯，阿里山當個嘅古當瑪雅嘅莊頭嘅故事嗬。我想錦繡，大部分人想到阿里山啊，你下想得到就講，係個清江嘅地方，有了雲海、日出，感覺就好像挺浪漫嗬。唔過我聽我聽你講，透過你的個莊頭，讓爸爸讓媽媽嘅胎嘅身份。所以講我們嘅辛苦哦，好，也係咪下來個繼續來分享一下？就講一隻莊頭因為佢老林業有關係，除咗你都冇卡度呢條做一條石頭之外，佢隻環境還有那條老林業係有關係嘅，老一隻提水下家長老太下介紹一下。像佢鐵路經開，當然都有茶條咩？頭當晚就有茶條，茶莊就客家人咯。哦，還有嗰站務嘅也有客家人。因為隨便冇享用嘅政權，佢就冇相同時代，冇相同時代都佢們時代嘅時節，前頭路邊也係用一傷兵推下來，因為農民大隊。哦，有生意來。佢也落去輔導落來了嚇，造林嚇，也講去拍草嚇，
啊，佢哋又會留下來，啊有留倆總條嘅細妹結婚，所以就有福佬人，有客家人，有周族嗎？原住民？外省人，周族較少，周族有可能買不來，佢那有禮物，亦係講有孫嘅啊買，佢要擺來買。老生人係唔同，佢講法人哋同喎，老聽人係同，佢講日本話。哦，真嘅哦，係，見小人講到呢個行啊，非常想到我對呢個台灣嘅白色恐怖，我談過一件事情，就講周族嘅高醫生，佢本人衝殺不國民黨衝殺之後，聽到人都唔敢話加沃卡，因為講佢飛碟嘛。我談佢賴嘅演講嘅時候，佢公開講過，就講沃卡發生事情之後。地方上，我去聽書記到嘅，我老記到哎呀幫忙嘅係客家人家，故所佢對客家人有感情。即係佢講嘅，因為嘅阿里山子仙都覺得嘛係嘢，都覺得查出嚟有嘅仙哈，水山 Q 仙哈，Q 仙，水山嘅子仙啊，咩 Q 仙？子仙嗰條路就會同去土富亞就會做，就會做做嘅蔬菜。我爸爸以前做鄉民代表嘅，伊嗰時隻鄉志都打幫，打幫佢長條行嗰條路。按伊講國語聲，我爸爸做。代表是隻佢做鄉長，我同我爸爸講過啦，佢講國語聲迄本人騙去作家開會，啊張騙去台北，啊張台市體咧咩？攞佢作起落關，然後攞佢衝山樣，然後係。佢有一個行嗰個嘅來，就搞武漢，佢是來擴大嘛做傳教士。哎呦，講起來有個故事有連到你嘅總頭嘅意思哦。我爸爸依照顧佢哦。哎呦，其他你個下篇，我那個族群之間那種故事，然後佢特別老台灣歷史有關，然後佢寫出來哦。其他學人話題轉到那個總頭擴大嘛哈。聽我講都講當然太年嘅神法有遇到生存，做天道嘅鐵路，有人係頭目嘛，有人係到火車路、鐵路，像人爸爸就係藏路啦、草橋啦，還有其他嘅就講那個停電火車，有嘛特殊本人影響天成嘅事情冇？就是阿里山縣歸阿里山縣，也有個總條嘛，有客家人，像本基湖、像小絲路。本基湖後來改名到奮起湖嘛。係，我就是講本基湖哈。客家嘅地名啊。係，嗰就是青島客家人，小絲路很青島哈。所以還有茶種嘛，青島客家人。茶種你係因為我哋攏從小講福佬話，所以。其實以前人啊，那唔能講嗌行人，唔點啊行人。真嘅哦。福佬話講暗號，你用點啊行人。所以佢調青島哦。還有嘢就會講，伊講到我爸爸做嗌調出生嘅時間哈，因為嗰是林業最美咧。已經慢慢咧，我差唔多到歲都差唔多咧。以前人嘅迄落去日本人倒退咧，佢留個薯條，國民政府來，佢嘛有個島，倒退就種個柳杉，柳杉個客家，佢差唔多民國50幾年，柳杉有部分嘅有樹，所以阿里山個火車，蒸汽火車就停到阿里山嘅林業，它興它也興，它落它也落，所以我出生嘅時陣就會阿里山。火車最美，也係阿里山行落去嘅最美。今日做的拍攝冇係差唔多那時嘅事情嘛？差唔多民國50年就開始咯。嗰時最美，點解最美咧？係我嘅總條就係以前我哋聲音嘅讀書，那查他嗰時在潮，所以佢嘅火車表乜日本時代就留下來講，在聲音嘅讀書。包尾就是木材攏計木材攏出來倒退嚟磨咧，就磨茶咧，磨茶我哋要去行。比如講讀書要行路啊，10公里，迄個年10公里，再來10公里，差唔多2點鐘到3點鐘。2點鐘。2點鐘。咁樣嘅話講一下，我哋想象中浪漫嘅阿里山對你來講。
土薯挺艰苦哦。系啊，个落松落松因为伊咧，伊拢去蔬菜，伊拢去做个泰蔬菜，都会云雾缭绕啊。嘿，鱼青多啊，所以免落雨就会打松。全部都湿湿，按用冷冷嘅天气啦，吼。系啊系啊，俺就安尼行，安尼行。爸爸保明就讲，你看啊。7岁爱行10公里实在是轻采过哈，阿爸伊展出就去争取都考大嘛，就是这一个阿里山香林国中香林国小至中分班分班啊哈，俺就也就生意的都拢去中多两边读书哦，给你按用你读书的生意一般差不多几多少？该是在差不多30几岁，伊个年级差不多有10几岁。哦，30人啥做一户人家假使讲有2-3个生意的都差不多，十个户人家嘅生意去中多那边上课啦吼。给你上课，你印象中有乜嘢神奇嘅事情冇？因为佢刚才佢荧幕听到你去见教室听哈，你眼神、用眼神、3眼神，教他上课，所以你眼神谈得到1眼神、3眼神，3眼神嘛谈1眼神，很神奇。嘅考试要蛮考咯，考嘛你考开始声音真怪嘛，唔敢讲调宽啊嘛个啊，唔敢吼，我讲你。用见识本人啦，好啊，因为我这个7岁去读书嘛，7岁，我个下有嘅露台兼我1岁，所以我没无限，我都当然听我自己读书。哦，忙到你好嘅年纪，我都当你听得起，听得起。佢屌呢篇嘅都充满爱，安尼看啊，孙啥好啊？啊无也唔是写家课，也唔是考试，所以亲自由。啊，考你好去听吼。我记得是爱干法的时阵。根本地表拢唔晓。哦，就讲数学嘅减法。嘿，根本唔晓。我请基本就讲我晓。你睇高声都不会讲唔晓。先生讲2杯唔晓，2我不会讲，伊讲假，伊写本来看。我中意写本来，我唔是写诗，我要写。哎呦，写。佢讲，要写诗，要算错，要写到就讲答案係錯嘅。因為佢講我係要8本兒讀，所以我讀書輕重。哇，你5歲就讀書咧？係。哦，今朝你講到你生意時候呀，即係讀書嘅事情吼，實在好蠻神奇。細好教，不過大家都係呢真乖，我去讀書。雖然講上司無限，不過係呢挺爽啦吼。我記得你上回演講嘅時候，有幫你公開演講到讀書嘅事情。講我準備考試，那個畫面啊，說挺強的，你要老太太講一下嗎？好啊，因為阿里山其實日本時代佢經營踢中青島研發，都全台灣最多嘅佢個天氣最好嘛。所以櫻花係櫻花，所以個我學校嘅順哪位都係研發。很強。有嘢河巴，安尼個兩邊攏種研發。我就聊着生意嘞吼，3月初3就會阿里山有個太廟就會地下公，我就今日攏準備考試，因為做唔得上課，因為做去安草啊，聊着生意嘞吼，規山規壁，就迄個研發下、研發檔、讀書通到青泰山。我記得你講一下起一條書誒，讀書帶下讀書啊呀。挺神奇，偷到下晝頭差唔多嘅時，一個做戲做鬧嘢也已經差唔多結束了哈。一個真係講非常有很詩意的畫面啊，嘿。所以講，你帶到個安尼嘅蔬菜啊，講，我有下想講，我唔係真特別講，我用板寫我用安江嘅文字來寫。其實就係安江嘅環境本來就會安江嘅。文字出來，繼續講到兩個，就講佢兩篇文章吼，寫一個口頭馬章，係以為有一個身份經驗章，有法都寫出按樣型嘅歌唱啦吼。下一段張國老太太繼續來分享一個阿里山蛋糕客家莊嘅故事，謝佢一下。
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真相兔妈嘅节目。今日有请到车金修老师咯，大家分享一下阿里山当个口大马了在客家庄嘅故事吼。听话你讲到你摄影师读书，当你在行10公里啊，是在讲求学这条路非常的辛苦哦。有度过乜嘅危險，係你講乜嘅印象深刻嘅事情冇？有，因為我剛頭先有講講我媽媽嫌我哋去殺，都熱到，天氣佢80年啊，佢做苗圃嗬，佢有一班有嘢橋差唔多6000高。哦，按高嘅樓啊，橋。6000樓按高嘅橋，嗰橋我做嘛冇咁簡單。我爸爸喺日本時代做，唔過修理嘅時間都我爸爸，所以也冇簡單哈。我媽媽行頭前佢80年嘅，我要拿渣嘅拿我弟弟嘅衫褲啊、鳥裙嚇，做田得好背，嗰個橋穿到阿里山嘅唔咁高，行3分之2嘅時間嗬。因為落霜就滑落去，跳到滑落去。我媽媽想，佢行係曉唔想啊？慘咧！我24年都冇睇咧，係一天時嘅唔係啊，按過啊，係啊，用架啥？我係輕靈活嗬，我就買東西攏沒踢，東西沒踢，我書就搬到個節目。所以冇跌下去。很危險哦。係啊，所以講，我20年我都係記得呢件事。從頭要做跌下去，跌冇下去嘅冇。哎呦，坦白講，幾多歲嘅時間啦？7歲按歲嘅事情哦，哇，好跌冇跌下去，今日早有文章好看。講到呢個狀態，呢個文章吼講係最尾張細走嘅人家，都在用班去口大馬莊嘅人家，開始慢慢的細走，你都用班去最尾張細走嘅人家。因為人都山當嘅人都然後做讀書嘅事業，一天咧讀書嘅普查，了咗相關嘅有適合做，而將有辦好事啦。錯。而家書嘅攏多聽冇書嘅當然就冇寫咧。冇寫有嘅人就轉嘅故鄉，有嘅人就曬酒。我無下我轉去尋過，其實我爸唔轉去，佢媽冇買故鄉好轉去啊。尋唔到咧，也按到胎咧嘛，嗬。所以佢冇曬酒，唔過冇曬酒冇適合做。用架啥？嗰時隻總條就佢加緊曬酒。所以嗰時隻然後酒嘅時間嗬，普查來年佢條嘅。不下嘅東西少嘅時間，我就了就生意咧嗬。我嗰時間是念國中嗬。國中嘅時間，我記得有一條歌就係珍重再見嗬。伊講綿綿密密嘅山林嗬，本嘅人渣咧嗬。唔過山峰都下尾，按你吹下來都太搞離別咧嗬。珍重再見，係了就生意見創都見叫，如果媽冇法度啊。突然講離開家鄉咧，離開朋友咧，所以報名都使到從外部下，外部下都921嚇，921體重計時咧就忙下去，先是冇幾個忙都攞順，唔過帶唔得嚟嘅，講嘅冇嘅就冇法度帶咧，外條將使少，但係外條看到講，伊個總條都安樂嘅，嗰時隻個旅行嘛，青島啊，電山嗰啲嘛，青島嗬，你啊都最尾都冇人，佢個總條總係冇下去加，嗰種故事嗬，我有下唔敢上，我上啊都講伊看到山頂嘅電火嗬，目的就會留下來。有樣哦，就講伊個家業，樣就因為環境嘅變化就冇提起嚟嗬。也產業嗬。唔過呢個回憶地圖嗬，也有神奇嘅地方。啊，聽伊講演講嘅時講個一個事情啊，做伊神奇嘅，帶下平常呢個客家莊嘅人唔會了解嘅。天花那個天花仙故事係做真神奇嘅，再攞大家分享冇？嗰時就係網友誒現推嘅天花，係啊，所以佢攏用個銅線鉗到個電桿嗬，安尼鉗咗。幾好搖啊！幾號碼天唔係像你阿講做得，二號碼那冇用做得啥？用數字啊，用冇數字，就佢個銅線。
一条线，规个阿里山线就个号码店吼，啊，大家那爱打又慢，系啊，用分撇掉去那家人，几个天花用的太木竹，你搞几位的同座的那个铃，叮咚叮咚叮咚，我有响啊，你搞虫，你看，噔噔噔噔噔噔，哦，一虫哦，你啊工作站，啊两虫啊，你啊卫生所啊，无都泡茶，哦，啊那你还无下也讲，我还是当然有身份证，我有天发啦，没他家叫，哦，噔噔噔噔。一长三短，这个电影要好些，马个上映就会马上嘅天花，啊，糖豆做去夹那样，你敢用挺神奇啊！就马上要卡天花响的，大家都听。不过大家忙做在调糖披萨讲法，我这厉害。所以人哋老人家讲调调，我想讲，披萨拢调糖，想买本人哋，大家拢知。啊，也给你做神奇的事情，现头人无法度想象，现头人大家都为啥都起家有一支手机的。现在想想，大家规则总头就用一条线，唔单像规则总头哦。你看讲迄啲阿里山，规个阿里山线，规则阿里山沿线都。阿里山茶山，哦，你搞啲朋友迄分期付都嘅，好吗？如果咧跟俺小到俺生意生啊，要开迄总头第一家做天花嘅，啊，配人就我来家用天花，喊你讲我留天花号码本配人来联络。然后讲恋爱，我就想到嗰两时爱。总头有个谈技术算好起啊吼，谈恋爱，从头就谁来打电话都咬不卡啊，再就伊很奇讲，很奇来不卡加天花，不过你个还卡方便做调汤，调讲到那个总头就三体嘞嘛，哦那个总头三体之后，你都那都头把个隔壁邻舍，你都有乜个方式去联络么？其实都相当想法按艰苦哈，按艰苦，大家拢感情会挺好吧？讲起是表面是表面都做些，安尼环境我就俺感觉大家可能讲想法嘅艰难会伴大家感情连接较好，所以共同嘅经验，系离开体己嘛，强用大家亲要联络啦，大家嘛唔記得按緊佢嘅想法。其實人講了嘅，我睇篇文係因為吼，你上飛公開做演講談了篇文章嘅時間，我發現有非常多嘅同學係你隔壁鄰舍都當講去談義講，我就是感覺到你哋樣雖然已經離開安久咧，互相之間有一個共同嘅回憶，呢件事情對你嚟講係生命地度挺重要嘅事情。故說因為你呢篇文章，因為你得獎。大家就有機會過去傾下咧，竟然看到我說我蠻感動，安尼也機會個伴大家個傾下，去想以前嘅想法。錯，今日下吼，聽我講到繼續你時代下大咗個成員講到你挺好寫，你兩擺當然就講客家話寫兩個總頭嘅事情，不過你也有講到你雖然嘅環境實際上你客話。並做冇卡地都講，我不並冇按同吼，人家教育寫作咩都會用中文啊，用法文。既然你啊嘅用版語會對哎喲，轉到客家話嘅創作，你啊嘅寫作對你來講，嘅意義係乜嘅？我去年寫嘅時間。2018年，2018年嘅時陣係香港用法文寫，也用客家話，法文當然啲書嘅教育安尼，冇問題，係。唔過我經常啊講，我去年我就想講，我要傳承本下胎，啲，嘅考頭歷史咯，教錯歷史，學得嘛就會對我來講就會行語學覺得嘛，唔係學老話，唔係華語，所以我想我那用。客家話寫對後台人馬上啲嘢行人，留下咗文史嘅記錄嗬。咁你寫呢篇文章，你花幾多時間去做田野調查？其實我對歷史一向就親有興趣，我也親前去就我讀研究所嘅時間，我其實考到兩個研究所，歷史所嗰陣欣賞經常會本來去讀，我唔去佢班委佢那有 meeting 嘅時陣佢聽到人來去，所以我因為安尼我就輸到真。
正统的历史训练哈，所以有过历史的训练，嘿，所以我对历史都特别讲，唔会讲清赏书。啊，我写的时阵我都以我阿公给福建前夕前的前夕，然后嗰時嘅農業嘅政策，然後農業發展，就講做啲看到嘅啦文書、檔案、資料，全部來比對來查嘅時間，哎樣去來寫，哎樣8天嘅時間咯。應該講是講平常我都有安尼習慣，所以上到愛寫嘅時陣，就資料就係偏偏難做嘅。不過平常我有收集，也有機會我都會係。咁哎樣未來還有乜嘢想繼續寫嘅部分嗎？你嘅寫作嘅計劃？因為呢排將寫四千人詩嘛，哈，我想講三度嘅成法，三度日本時代嘅農業，客家人都農業留下來嘅行雜，哈，而做唔得講，人哋都冇睇，哈，因什麼有機會，然後按你三重嘅歷史寫出來，係，好，還有他講到人爸爸做嚟按到拜嘅那個地方上嘅民意代表嗬，我知道人爸爸故事應該也好蠻精彩，也做嚟寫。係啊，非常感謝建修今邊樣老太家分享嗬，我想對下個用最尾上用1-2分鐘聽聽嗬，唔做用挺簡單1-2句話講，你阿早已經唔見睇嘅狀態對你嘅意義係乜嘅？感覺學語對我來講意義無同樣，冇相同。係，因為語係語母語，語阿妹人講就學語。係，語用複雜語言來寫，你顯寫唔出安尼感情。係有嘢就都改則總條，其實青島愛來愛嘅人，嚇。哎呀，有冇？講無像愛人，我媽媽講，你要講人朋友嘅話，唔講你做唔得配做，做唔得無體起價嘅嘛。所以像你阿講嘛，要全球化，但是也要在地性，有樣，這樣子才，這按你咁做得講把，你嘅文化保存，又做得講，你老俾你文化有交流。感謝建修老師今邊老太家嘅分享嗬，佢也嘅創作嘅過程，實際上做前進嘅過程，也係上進嘅過程。我希望大家假使對呢個作品有興趣，就得掃描來看，也嘅2018年台灣文學獎，日本書地都就得看到阿里山蛋糕嘅客家莊。今邊感謝建修，希望老觀眾朋友 say goodbye。觀眾朋友大家好，感謝你哋嘅收看，唔知。台灣有青島所在，有客家人行過嘅所在，有安道嘅故事，幫讓大家去畫出來，也啲客家人做過安道事。感謝建修，感謝觀眾朋友嘅收看，真想同埋嘅節目，下禮拜再會。